內容為王嘅時代，你嘅行銷團隊仲係咪為咗搞多個平台、語言同帳號忙到氣咳？每年浪費幾百萬人力成本，仲白白錯失全球銷售機會。企業給多用戶分級權限，令創作、審核到發佈嘅權責清清楚楚。實測最高減少70%，內部溝通同等候時間，大幅降低資料外泄風險。只需輸入一次 ，AI 即刻生成高品質多語言內容，仲會自動適配各地文化。跨境品牌實測，本地化成本減少高達70%到80%。新市場上線由幾個星期縮短到幾個鐘，全球營收增長加快20%到35%。企業級全平台自動發佈引擎，改一次就同步晒全球所有渠道，實測慳高達90%。重複操作時間，每個月幫行銷團隊慳超過200個鐘，等於多咗2-3名全職員工。AI 24小時監控全球數據，即時發現問題並提供優化建議。品牌實測，內容平均互動率提升25%到40%，轉發率提升18%到30%，令每1蚊行銷預算都發揮最大效益。根據真實用戶行為做即時個人化推薦，自動提升客單價同回購率。跨境電商實測，附加銷售額提升22%到38%，客套忠誠度顯著提高。由安全協作、一鍵本地化、自動多平台發佈、智慧數據優化到 AI 個人化推薦 ，AI 內容管家將你嘅團隊從繁瑣工作入面徹底解放。企業實測，整體行銷成本下降70%，內容效能提升30%到50%，ROI 喺半年內快速回本甚至翻倍。即刻預約企業專屬演示，等 AI 內容管家為你嘅全球業務帶嚟可量化嘅高 ROI。